这是咱的礼拜都要开始，请咱闭班心来领受上帝的话语。咱请苏琴请奏乐。恁着学乐耶和华的奴仆啊，恁着学乐耶和华的名，愿耶和华的名受学乐，对即时到永远，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耶和华的名是应该学乐的。请掀开圣诗303首，303首，主我要学乐你，请起立吟全首。请咱犹原起来，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也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安坐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咧对遐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
请坐。即是咱要来启用，启用文32篇，伫个新圣诗的后壁面1057页，1057页，显着我来刻，恁来印。上主啊，我对亲恩求叫你。主啊，求你听我的声，求你爱空听我的恳求。上主啊，你若记得人的罪过，主啊，什么人会徛会调？总是你话赦免人。互人通敬畏你。我迫切听候上主，我仰望你的话，我的心神听候主，比守望的人较迫切听候天光。比守望的人较迫切听候天光。以色列啊，着仰望上主，因为上主有不变的慈爱，伊有救赎的大权能。只有伊为救赎以色列，脱离因一切的罪过。咱同心来祈祷，愿荣耀归伫至圣的父。至圣的父，感谢你的恩典，甲阮同在，看顾保守，阮伫一礼拜来得到对你来的平安甲祝福。即时，阮嘛要来到你的面前，你认罪。虽然阮伫个生活当中有软弱，有睿智，嘛时常靠着啦我家己的骄傲，行伫个你所无意爱的道路。主啊，恳求你赦免阮，嘛互阮有对你来的快乐，嘛因为有你的同在，甲你的引带，互阮会当伫个生活当中。行伫个下伫你旨意的道路顶悬，来荣耀着你的名。感谢主，主听阮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报告，请掀开咱的周报内底第4页。第一项本会消息第一小点，本会2022年的年度第一学期。信用培养的奖励金开始接受申请，既若已规定申请，搁符合即个标准的，请伫个本主日进前提出申请。嘛，伫个3月16拜4暗下暗8点要召开奖励金小组的审核。本会定伫个下主日3月19要颁发奖励金。第2小点，下周主日3月19是咱总会所定的男神奉献的主日，该院要差派罗仁贵牧师前来讲道甲请安，敬请兄姐备办心为升学的教育奉献甲代祷。第3点，敬拜中心定伫个3月18日拜六，下早8点到下晡的2点要举办烈火读经的聚会。内容是咱的使徒性行传甲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欢迎兄姐踊跃参加。后一摆咱烈火读经的时间是4月7日。第4点，本会定伫个3月26下晡3点半到6点要举办幸福小组的启动会，咱的对象是区长、小组长、副长甲幸福的同工。地点是伫个咱的敬拜中心，请伫个下主日3月19进前，咱的区长来报名。第5点，本会2023年顶半度的准备课程，要伫个3月31拜5来举办。咱欢迎咱的兄姐伫个本主日进前，办公室来报名参加。2023年本会受难酒甲各外节的纪念的庆祝的活动，伫个下骹，请咱兄姐来参与甲代祷。第1小点就是伫个4月7日下晡3点，咱高北区的樟树主日联合圣餐礼拜，地点伫咱的敬拜中心。为着要方便咱为着要统计人数，请伫个3月26进前，伫个咱的2楼的柜台来签名。即个爱特别请小组长来协助咱的小组员来报名参加。第2小点就是4月初3到初6，就是拜1到拜4的下暗8点，
咱受难酒的祈祷会地点是伫咧富堂。第3小点，4月初7拜5下暗8点，受难日的特别礼拜，伫咧咱的2楼的主堂。第4小点，4月初9礼拜日透早6点，咱的母囝教会联合的朝阳礼拜，因为今年是咱油厂教会来主办，咱的地点是伫敬拜中心。为着要统计参加的人数，请伫咧3月26进前伫咧2楼的柜台遮来签名，请小组长来协助小组员报名参加。第5小点，伫咧4月初9下上午10点，各有偌一个娱乐礼拜，地点伫咱教会2楼的主堂。若下早仔8点第1场的台语礼拜，咱是暂停一摆哦，请咱特别注意一下哈。那油厂的敬中甲清风的敬中，花语堂的10点礼拜，咱游玩照常要进行。第6小点，伫咧4月初9下早仔9点甲下晡的5点，各有偌一个关会活动。今年的主题是祝老会救我关会救人。地点伫咱教会1楼的广场，请咱即个关会者载着你的身份证前往排队关会。你若关会会当获得一份精美的礼物。第7点，伫咧咱本会定伫4月16要举办2023年的野外礼拜。今年的地点咱伫咧政府山。咱的费用是成人一个人是1350块，即个成人就是国小以上起哩，就等于是一个大人额。若即个保佑票是1250块。保佑票就是3岁到6岁的儿童，也是你是65岁起哩的长辈，也是讲你是有新的孕妇，也是你有即种身心障碍手册的，这就是叫做保佑票。咱的费用内底有包含车资、保险、门票，搁食2顿，是咱的中昼顿甲暗顿。咱你也未满3岁是免钱，即个内底有特别注意是，你无坐车位、无用餐甲不包含门票哦哈。那咱油厂教会会友一个人补助350块。那你若是搁是互助社的社员呢，一个人搁加补助200块。那咱报名到4月初2进前，也是讲咱今年有限车辆，就是10台。即10台车若额满，咱就随要查纸报名。那你若有想要来做野外礼拜，请咱来办公室报名。即个报名报伫咱的周报内底。遮特别要甲恁讲一项，就是假使恁若是讲要甲恁兜的人，也是你的小组员。你的好朋友要坐共一只车，请你写做伙，安尼办公室较方便来排遮的位。你若分开写的，就无法度甲恁排共车。第2点，具体的消息，第1点就是咱的互助社，第1小点，伫咧社员的团体保险，咱开始啊，一年保险费是2420块。伫咧3月15，就是拜3进前来接受办理。若是超过3月15，咱就无受理啊。第2小点就是即个助学贷款的专案利率，伊的利息是0%即个时阵咱也来协会甲每学期伫咧即个助学贷款额满查纸，也是咱就无要受办理啊。你若是讲头伫本国咱政府立案的公立、私立的学校的社员。你有即个意愿要贷款的，请咱甲互助社来洽询办理。第3小点就是不动产抵押担保，咱的贷款的利率是年息1.8%。欢迎咱社员有意愿要贷款的，也是转贷的，互助社来洽询办理。告解消息，咱请洪牧师。你好，这大平安。咱也有报名中华商业事工部伫3月2日。举办的春季一日游的灵修旅游的兄弟，请咱伫3月2日，迄天透早7点伫教会坐车。第2，咱高雄城市祈祷的午餐会呢，伫3月18上午10点，地点伫汉来饭店的9楼。咱教会有认桌
5桌所以有意向参加的兄弟办公室报名因咱为着这个城市祈祷，迄天当日有咱的市长、咱的议长高雄市议会议长，甲遮议员会参加咱三甲为着这个城市来三甲关心三甲大岛第3点就是第32届阿西亚访问团，伫7月24到31主题是新世代、新温哥、新器具费用是28000块，佮加上150块美金要报名请咱伫3月26进前办公室报名并且交迄个6000块的定金这是真好的熟练的响应我知影，就是咱牧师也是中级小组长，也是组员会友，拢有无共顶厝的补助毋茫咱已经3冬疫情无法度出国的，咱会当趁这个机会去追求去基督山去韩国去一段时间安静亲近上帝牧师咧真正要鼓励咱伫信仰中间，咱有分别时间。像我今年过年去家己哩4天，伊灵修4天的时阵，我感觉讲其实真领受真好所以我感觉讲，既然有这机会，咱就爱把咱这机会去做伙去韩国咱来亲近主，多谢。咱时间到咱陈牧师。各位兄弟平安今日咱特别有为咱迄个中营中学较早视听中心退休的杜英做牧师应该若捌的人知，伊就是较早定带圣地旅游，所以伊今日特别带一个伊差不多所翕的上界水的相经过伊个编辑将迄个历史上的主耶稣这本的作品甲真精美甲印出来伊今日要来甲咱做一点短短的介绍3种的介绍咱若要购买咱今日是好的机会本来是2200块，今日优惠2000块，这若做咱的定价宝嘛袂歹伫咱的厝内真正会当有一个这个来导师来请。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我真简单用3分钟，甲大家介绍我最近出版的一本册。这本册叫做《历史上的主耶稣》，有1500几张的彩色图片，咧介绍耶稣对出世、大汉、传道理、医病赶鬼、死搁活，所有经过的行程。这本册。你若要去影印，7-11影印爱10000块，总是有人赞助，我才用2000块，甲大家三角来分享。头拄牧师讲2200块是爱发票啦，若无发票就是2000块。这是咧做文艺传道的时间，毋是咧做生意是传道理，毋是做生意文艺传道的时间，请大家赞助。这本册。我的母校中英中学校长买一本了，看了真喜欢，阁买4本送伊4个囝。成功大学教授郑邦定嘛是文学馆的馆长，既然伊成功大学学生要去美国留学，拢会买一本来送。迄个中英大学的校务主任苏仲仁，既然人生日还是结婚式。讲若免2000块做礼物，礼金来送，不如买一本这永远互伊的囝囝孙孙得到信仰的传家宝。我有带淡薄来，今仔日咱拢会当来看，请你来看。耶稣30岁，伫约旦河互行洗约翰行洗礼的时阵，行洗约翰甲伊2个学生讲，我会衰微，伊会兴旺，恁着去对耶稣。
种学生就是彼得甲安德烈，伊问耶稣讲：主啊，你住伫倒位？耶稣讲：请你来看。我毋知咱捌看见耶稣住诶所在啊无？即本册有，请你来看。吼，今仔日你若无带钱来，无要紧，恁会当用画簿寄互我，嘛当交互牧师，吼，用安尼甲大家介绍甲报告，真多谢。好，咱了会啥吼，会当去家家吼，真正是诚水。咱要对了解圣经，要读圣经吼，即本就是对咱上界好的帮衬。咱甲伫迄个实景吼，看到迄个所在吼，所以咱读就读较有吼。好，多谢。即时咱要来共读上帝的话。咱今仔所要读的经节是伫咧约翰福音第6章，约翰福音第6章的第1节甲15节。咱恭敬来领受上帝的话。第1节，即个事以后，耶稣过去加利利海迄边，就是提比利亚海，有侪人缀伊，因为看见伊所行伫病人的生业。耶稣上山，甲伊的学生坐伫遐。搬过节就是犹太人的节棍啦。耶稣举目看见侪人就近伊，就甲腓力讲：咱要对倒落，买饼来互遮的人食。伊讲即个是底试伊，因为伊家己知所要行的。腓力应伊讲：用200个银仔来买饼，也无够额，互因逐人得到淡薄。伊的学生中一人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甲伊讲：遮伫一个囡仔有5个大麦饼、2尾鱼，总是将遮个互遐侪人有够担落。第10节，耶稣讲：恁甲遐个人坐地，迄所在侪草，人就拢多。少额约5000。耶稣摕遐个饼祝谢了后，就分互济个人，鱼也是安尼，拢照因所爱。因已经食饱，耶稣甲伊的学生讲：捡所食剩的屑仔，免得有拍算。就将所食剩5个大麦饼的饼碎捡满12筐。遐个人看见伊所行的生业，就讲：即个真正是所要来世间的先知。15节，耶稣知众人要来，爱硬掠伊，互伊做王，就搁退去入山，只有伊家己伫遐。愿上帝祝福听伊话语的人。即是学了，咱要请妇女圣歌队。用心来听，主的
咱感谢福禄圣歌队的劝勉，咱会当用心来听上帝话语。即时咱要讲道，咱今仔日讲道的题目是“互人丰盛的主”，咱请洪牧师。各位兄弟大平安，毋知影有偌济机会去参加人的婚宴，咱拢要享受到主人家备办足丰盛的一顿。张家恩甲叶先生举行入厝的感恩礼拜，我看 FB 的相片足丰盛咱向请，咱有咱拢会享受迄个办桌的迄青草。平湖听讲古早有12样的菜，怎啊？有听讲有16项不管几项，拢是一个即丰盛的文典。古早平湖准备12样的喜宴的菜，毋是拢互食了，是后壁拢是要互包顿的。你会知影，食有剩，叫人包有食阁有掠，是真丰盛。今日上帝嘛要互咱有真丰盛的恩典的祝福。就是咱台湾人真可惜，真少人会当明白上帝为咱备办人生丰盛的宴席、丰盛的救恩。今日嘛通过这信息，咱毋茫会当掠着这机会去体会着上帝丰盛恩典。伊圣经内底咧讲，耶稣坐船过加利利河，有群众来跟对伊。这群众跟对耶稣，可能过去捌看见耶稣行神迹，可能捌看过耶稣赶鬼医病，总是群众看见耶稣行的，看见迄原文的圣经，毋是单数，是复数。复数意思是讲几6届，一届无叫复数，2届无叫复数，3届叫复数。所以咱看到耶稣不止一届行神迹，耶稣伫耶路撒冷医好遐开骹几6届。这群众就像我讲过，因看见也是要听见这神迹来对耶稣。以约翰福音书第20章，多马伫耶稣过活的时，多马伫耶稣面前讲：“主，你过活嘛？”就讲你用手来探我的血下看卖。耶稣甲多马讲：“毋免犹豫，只要信。”所以，以圣经内底，约翰福音书20章29节来讲：“你因为看见我才信，遐无看见来信的人，我去。”了解，真侪人会眼见为凭，又看见啦，靠准算。总是主耶稣讲，未看见的人就福气。了解，这就是信心。对主耶稣的应允，为过去你可能毋捌经验过，你的信主可能是你。对细汉、对母胎的时阵，你就伫基督教家庭。不过真侪人，从我第一代基督徒，我就亲身去体验着讲，信甲无信中间，上帝伫我身躯顶做生命的改变。当然，伫教会大汉的囡仔，无代表讲伊无看过神迹，无代表讲伊无顶头生的生命，毋是。一个人会顶头生命，是伊甲上帝关系，无差伫伊是第几代，第1代也好，第几代也好，
嘛有几啊代基督徒伊经历上帝了，伊去真心去追求信仰，经历上帝了，伊生命大大改变，嘛有啊，嘛不一定是第一代。所以了解，伊信仰的关键中间真要紧的是信，信，伊的信中间就爱包含着信心啊，相信，我靠。所以希伯来书第10章第1节，咱做伙来读好不好？希伯来书第10章第1节，咱做伙来，预备来。是就是所毋望的实在，未看见的标准有影。所毋望的实在啊，啊未看见的标准啊，但是啊未看见，我是相信啊。相信另外这军将因为看圣经来军队，啊咱看耶稣的学生咁安尼。那是因到底是根本信的对耶稣，还是因为群众甲群众共款看到较信的？啊，到底这门徒的信心，若甲群众相比，对一个较有信心的？以咱圣经来看，耶稣门徒腓力，甲耶稣问，讲耶稣啊。讲军队里上山啦，啊，遮济人5000人，啊，因要去打了，因要去来买饼互遮人啊。了解？主耶稣，你听去腓力咧讲的时阵，迄当时啊，日头渐渐咧暗，会当讲是黄昏的时间。伊里面遮的人伫山顶无通食，腹肚会枵。耶稣就问腓力，啊，这个人要安怎解决啊？了解？对一个专业的主耶稣来讲，伊敢无能力？有。伊敢毋知要安怎帮助？知。就是伊反倒的问耶稣啊，问腓力要安怎解决？其实主耶稣用问腓力是用另外的方式。要试看伊，试验伊，所以腓力回应耶稣讲：用200个银仔来买饼，互也无够额，互遮人，互因逐人得也无够额，互因逐人得到淡薄，无够额，因无够额，互逐人得到淡薄。所以腓力所看到什么？200银的。银仔会当买偌济物件，啊200银的银仔，啊甲5000个人的数目字看，那是差天甲地啊，是无法度解决的啊。有影？对人的思想、人的理性来看，200个银仔，的确无法度解决5000人。腹肚得着饱的需求。啊，耶稣问腓力，搁另外一个用意什么？因为耶稣知影腓力的故乡伫比赛代，在地人应该知影要去地买物件，就是腓力较看啊。现实也有限，有影200个银仔，的确我都买遐济物件，而且人得着饱。就是这5000个人，咱这段圣经拢作写，像咱头一段咧讲的，信心是包含啥？信甲外靠，信甲外靠。所谓神迹，就是超自然的现象，叫做神迹。那假使上帝做的这神迹，需要通过你我的理性、人意识较通会过，较会接受，会晓叫做神迹啊？毋是啊。所以真侪人用人的理性去看圣经、看信仰。
真侪时阵拢通袂过。伫旧约以赛亚书35章，伊遐讲上帝要行神业，安怎看？咱做来读预备来。生的人目睭要开，草的人耳孔要来。迄时摆开要起来调调刺树毒，下到会止袂唱歌，因为水窜出伫旷野，溪流窜出伫沙漠。你对以赛亚书的这个经文中间，你看到，敢是每一项代志拢是出伫新约？青面目睭要开，草园的耳孔要来，摆开要调跳刺树鹿的，你知影鹿仔拢跳，安尼哪走哪跳。下到的会止要唱歌，因为水涌出伫旷野，溪流要流伫沙漠。沙漠上欠的是啥？上欠的水，总是溪流要流伫沙漠，水要伫旷野。你看这，伊咧经文以赛亚书第35章中间，你看到每一个技术，敢毋是超越你的理性吗？这敢是在你看，较有可能？是啊，有可能。所以咱看真侪特会，有人摆开，你着伊伫马上着拐个放下啊，惊风看；有人草院的，马上就听得到。你看这就是神业。当然，伊用有形来看，这是人看得到的神业；佮无形的神业伫逐工伫你我的生命发生。哎呦，靠！逐工伫我的生命发生神业。有啊！伫咧时常咧读圣经的时，你读圣经的上间，上帝的圣神咧讲照，你通过读圣经，通过听讲道，你会安那反省？啊！你讲哎哟，对啦，圣经讲的对啦，我是来做了无够，我是爱反悔，我是爱改变。你看这时常发生的圣业，伫人的生命内心改变，愿意悔改。迄就是惊神业，敢毋是？啊，无人较讲，较想讲，我哪有毋对？我拢对啊！吼，全世界拢毋对，干伊上对。有人仗气直言，他都无感觉伊毋对，袂悔改。总是了解，咱今日相信信仰，相信啊，主耶稣，咱今日亲近上帝，就是安那，要互咱时刻去看见上帝伫咱的心顶所行神业，阿门。所以，家己隔壁讲，上帝要伫你生命行神业，袂来。啊，上帝要伫咱的生命行神业，可能真侪人毋知影。伫耶稣迄时阵，伫咧讲道的时阵，有5000人无多得着饱的时。需要食物的时，迄囡仔摕出5块饼来买伊，迄饼是啥物饼？你毋知？圣经讲大麦饼，大麦饼是啥物？颂扬人咧食的，亲像咱早前台湾人咧散的时阵，无米人食的时阵，拢食啥？咸尖嘛吼，啊，佫有食臭腐的无？迄当时，咧历史大战时阵，民国60年，台湾的物资真欠，特别到民国30年的时阵，日本发动迄战争的时阵啊，伊谈人战争，所以台湾生产的迄个稻仔的米诶，拢送去倒？送去部队、军队，互遐个阿兵哥先得着饱，啊，有开了战争嘛，所以。民间是真欠缺遐个食物啊，特别是米啊，所以然后这咱看到，安尼咧甲耶稣讲，即个囡仔有5个大白饼，2尾鱼，这鱼什么鱼？你讲什么鱼？有国语，有影啦。因为阮去以色列的时阵吼，
迄家己学，坐船，导游拢讲，就船你要带恁餐厅食彼得鱼啦，好，想问，毋捌听过彼得鱼，彼得鱼生做什物款的？滋味好袂？去餐厅坐落来，菜捧出来，彼得鱼啊，这五桂鱼啊，南面鸡啦，敢是？哎呦，这台湾就定爱看，靠什物鱼旗的？彼得鱼的，换一名称的，对不对？哦，做鱼旗的。其实五底边两尾鱼，迄个鱼的，我毋知什物鱼，但我甲伊讲的，伊山顶囡仔早咪绝对毋是青的鱼啊，是什物鱼？咸鱼啦，腌制的鱼啦。古早台湾人食咸鱼是安怎？做三的时阵啊，食咸鱼。有影，安迪你嘛看到现主时人数增加，欠缺食物的现象。总是咧，咱看到耶稣甲学生吩咐讲：恁教遐个人，恁教遐个人坐咧，迄人坐伫坐草，人拢坐咧，数业约约5000。所以耶稣吩咐门徒讲叫群众安那坐咧，而且是安那有次数坐咧，有人是安那50人一排，有人100人一排。圣经讲耶稣摕饼祝谢，分互坐人，鱼就安尼，拢照伊所爱。咱看到耶稣摕起来祝谢，这是啥物？食饭的祈祷感谢。感谢上帝带领。咱犹太人安怎祈祷？犹太人感谢祈祷，讲世界的王耶和华，阮的神是应该而乐的。你互地出美牛，迄是犹太人因固定诶饭前祈祷的祈祷词。为什么当时5000人无包含妇女甲囡仔？因为当时犹太人的世界用男性做主体。你知犹太人因咧祈祷的时阵，透早起来祈祷，迄查甫祈祷讲，祈祷啥？主啊，感谢你，互我无正做查某人。哇，迄个查某人听着足生气哦。就是，迄就是当时的文化。迄当时的较算就是男性。另外，这咱看到，安迪咧对迄个囡仔摕5个大白饼、2尾鱼，耶稣伫伊手中不断掰出、分出、迄个有限的食物，5块饼、2尾鱼，遐偌济物件，总是安那有限的，变做无限的。咱对厝呢一点仔会让变大。咱若只有甲咱剩一点仔，咱甲会晓看到咱有诶一点仔，咱可能会埋怨上帝。总是咱若颠倒变讲，咱会晓感谢的，事件就不断发生。阿门。所以你知影世界上快乐的人是啥物人？世界上快乐的什么人？会满足的人，会满足的人。你会当有了看到你有的，来安那感谢主。有你有的来感谢主。昨我伫台北沙林堡参加一场婚礼，这场婚礼是5个教会一个长老去嫁做囝，伊是我足好的朋友。伊甲我讲，牧师啊，你当时要来，我讲我拜5提早去，原本即个要讲无安尼啦，我带恁兜好啊，安尼就近啊，就免安尼撞来撞去，毋免讲几点。讲牧师，我前一工嫁做囝做无用的，惊伊甲你交代不周啦。伊讲牧师啊，
我甲你规去订饭店，我订饭店免啊，我去以前我去6月、金美9月会友遐真正做一号啊，久者就会当一暝就过啊啦，免订饭店。我无说买，金美来到三点半，我诚远诶。安尼，我就近甲你订一个饭店。然后这个长老真疼惜我，就讲惊交代不周，惊我对金美去到三点半，路遥远，伊拢替我想，然后帮我订饭店。然后我是来满心的感谢。我甲何牧师讲吼，这好朋友的嫁租囝吼，爱包较大包的。然后你有时常为着你得到的来感谢上帝无？你有互安尼一听，这设想，你会感动的，会袂？会啊！我相信伫你的生命中，伫你的生活中间，嘛你有亲戚、同事、朋友嘛会时常会关心你嘛，你感动袂？会啊！你爱常常甲你有诶、看到诶、得到诶、感受到安那，感谢上帝。所以上快乐的人是啥物？会满足的人。有一个故事安尼讲，有2个人伫沙漠中咧行路，这2个人一个欢喜，一个忧愁。伊沙漠行，看来面拢无共款。其中一个人手水管剩半罐，另外一个人伊的手内底水管嘛剩半罐。同款拢是手中的水管剩半罐的水，较一个欢喜，一个忧愁咧，差对。欢喜的讲感谢上帝，我阁有伊沙漠中我阁有半罐水通用，加减安尼等下袂喙干。另外一个忧愁的讲，哎哟，我剩这半罐，敢啉啊？我啉到大底，敢行会到过沙漠？敢烦恼伊无水啊！已经剩半罐尔，无水啊！惊讲，迄罐啉了，沙漠还袂行出来，会打死，喙打会死。然后每一个人看迄同一个代志，心境看法无共款，会将会决定这个人伊是毋是会快乐。所以咱看到，咱是毋是常常讲，哎哟，我欠啥？哇！我欠一栋厝啊！我都明明3栋厝啊，佫欠一栋厝啦！快乐袂？袂快乐啊！你我嘛欠一栋厝。若讲女人的3度欠啥？欠啥？欠啥？有女起码恁有3度定欠一领衫无？有无？另外爱看你有诶啊，毋通看你无诶。牧师要介绍澳洲，我相信咱足熟的李克武者。这个人出世无脚无手，总是伊伫全世界拢去见证。伊嘛曾经捌互伊同学霸凌欺负过，总是人生敢因为安尼无脚无手，就怨叹嘛？然后伊是牧师囝，嘛是捌互霸凌的，伊嘛捌曾经想袂开，想要自杀的。总是当伊的性命甲主相拄的时阵，上帝改变伊整个的观点，看代志的看法，看世界的看法，伊无搁去注意别人安怎看伊。伊怎么真做全世界上有名的艺术家？甚至真侪人心情郁卒，要自杀时看到这人，哇，才感动起来。为什么？无脚无手就活甲遮快乐啊！我这有脚有手，搁你忧愁啥？有一个强烈对比嘛，对不对？然后咱看到
为什么伊的性命会遮尔喜乐，会当成做世界有真有名的演说家？因为心中有上帝，伊用上帝的眼光、上帝的角度来看伊，所以了解，咱看到这人看到伊面，你莫看安尼呢？人也娶某啊呢，人去生3个囝呢，你看这，你是毋是常常会唉声叹气过一世人？还是你时常看上帝感谢你，感谢你，互我有嘞？所以啊，常常看你有，毋通看你无，看你无咧唉声怨叹。所以甲你隔壁讲，看你有咧欢喜，袂来。所以了解，咱看到五块饼2尾鱼到主耶稣的手中，主耶稣去互5000人食饱，行这神行。咱的手中若掠掉的，无愿意摕出去，神业就会发生。总是这囡仔愿意将有的摕出去，神业就不断发生。所以了解，咱看到，你也常常伫你的生活中间去发觉上帝互你的有的。也常常有啥感谢啥，有啥感谢啥。有时你行路，哎呦，差点弄到，感谢主保守啊，对不对？你看这，咱也常常以安尼来看待咱的人生，所以咱唔通安那，上注意咱无的，咱是眼光爱看咱上帝互你的，咱唔通需求无度啊。我是讲一个故事，2个天使。上帝讲：来，恁落去凡间人间吼，去捡人啊，对我的迄个反应。其中一个天使派啥物？感谢。一个天使派啥？困求。结果谢时间一到转来，迄个感谢的一直无转来，迄个困求的就马上转来。上帝问讲：你若紧倒来，另外一个咧？迄个要找感谢的，迄个人对上帝感谢，拢找无啥有啦，毋敢倒来啊！迄人咧对你祈祷的吼，好，毋免偌久，我着收满规地啊，拢倒来啊！上帝你够笑！你看，这咱的生命啊，中间，咱看到人。拢借无要讲，上帝你互我啥互我啥，我着3间厝啊，上帝你互我1间厝啊，上帝我搁1台车无够，你搁我第2台车，对不对？需求无度，迄就是人的软者，人的贪。总是咱会愿意分享出去，上帝的祝福，将你的祝福100、500、1000，会改变愈变愈侪，心中会感谢上帝。就是圣经内底，咱看到讲，因食饱，耶稣甲学生讲，因食剩的油啊，免你拍算，就食剩的5块饼、5个大麦饼的饼油啊，扣满12斤。然后这咱看到，耶稣不断对手中的鱼甲饼不断掰，不断滚将。然后这人领受上帝恩典，毋但有，阁有剩。所以咱爱珍惜上帝互你的，毋通甲上帝叫看做价真俗的价值。咱爱看重上帝互你的性命，你爱愿意分享出去。所以安怎珍惜上帝互你的恩典呢？第一，你愿意付代价，开时间读圣经，祈祷灵修的代价。感谢主啊！我这组8成以上的人拢参加教会读经运动，也有人参加中会抄圣经活动，了解，感谢主，8成，欢喜无？若是昨天你有欢喜无啦？想哎呀，佫2成无读到，2成人无读。你嘛为着迄2成无报名，你嘛赢死。你还为着你8成的小组员有读圣经啊啦，来感谢主。
所以阮的群组逐工哦，吼，某物人对圣经第几章、第几节拢安尼，吼，每天播播。哦，我逐工看因咧播，我拢足感动的。有时阵吼，我甲你偷偷讲啊吼，无闲起来的时阵吼，一工无趁，两工无趁，我第三工就紧的吼，从我去台北坐火车，我就开始圣经开，哦，开始读啊。我像坐火车，你会当做啥？拄久嘛，啊，过来空镜嘛，啊，过来咧，无啊嘛。我圣经课开始读，无拍算，安尼读，坐到台北吼，读过头去啊啦，读过头安怎？我拢一工5章啦，读过头，我无错，到台北读30几章尔呢。感谢上帝，所以俩这爱为主付代价，亲近主。第二，你愿意献身，用你热情去听人，去赦免人，关心人。特别咱即马幸福启动会、幸福小组要开始啊！俩这，你身躯边有真侪人还未得到福音的，就是你关心人、引助人上好机会。第三，愿意忠心服侍啊，不论是做牧师也好，中职也好，长老也好，小组长也好。啊，做完好，咱重新教咱的分来做也好，咱若愈投入，咱的服侍就愈快乐。阿门。所以欠你袂使，你会愈投入，你会愈安那快乐。所以，另外这咱的信仰中间，咱看到，伊个门徒轻轻的，过12轻。所以，咱相信领受上帝恩典，上帝的祝福源源不断。所以咱看到，就是安尼。上帝祝福，好，上帝有听你无？有无？有听就丰盛，阿门。最后无需要讲，有听就丰盛啊！有听就丰盛。每一届牧师人等于异地，我拢扛车去，慢慢回来。人讲早惊贼吼，我叫做后生贼。我回来吼，牧师嘛。哎呦，这菜啦、卤肉啦，啥物，吼，一堆，食一礼拜拢袂剩，拢有剩，也毋是袂剩啦，讲的，拢有剩。你看这，伊信仰内底，上帝听你，因为听，互你有丰盛。伊诗篇34篇，安尼讲，咱有圣经，咱来显贵。诗篇34篇来做，咱就要结束。独独找耶和华的人，无欠过什么项的好。吼，我搁读一届。独独找耶和华的人，无欠什么项的好。所以，你看这咱看到，当你听，上帝对你有听，伊绝对安那，伊将上帝要将丰盛不断咧听你啊，啊你分像爸母听囝无，安尼。你看这，就是安尼，上帝听你，所以真可惜，真侪台湾人无认捌主，无体验到上帝这份听，所以伊毋知影安怎有叫做丰盛的生命。今咱一直得到哈，咱毋是安尼按度家己好，咱爱安那将这好安那分互别人。家己隔壁讲，听就是爱分享，伊袂来。有影，听就爱分享，所以咱对上帝要教加细心。所以你看，规约利未人行约柜、讲约柜哦，伊若无到遐对上帝信心，迄骹若踏约旦河，所以伊敢踏？毋敢踏。就是对上帝信心若有踏落水就安那分做两边。上帝互过去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领受丰盛的祝福，将来现主时未来，上帝嘛要将祝福要互你，所以你毋通按度呢，你爱分享出去。所以昨暝吼，咱敬拜中心韩国的牧师去分享，我足感动啊！坦白讲，我足感动。所以我若听别个牧者伫讲道认真的分享上帝。我敢讲主啊，感谢你，你若遮听我，
或者好的牧者伫台顶宣讲上帝话，互我领受。我一记呢，我一直记我头壳内，这则好，无叫起来用拍算，所以尾啊，在头我讲的诗篇34篇第10节，昨暝牧师讲的其中一段，我叫起来用。独独找耶和华的人，无欠过什么项的好。求上帝帮助咱，互咱讲主啊，感谢你互恩典，互我愿意分享。即马咱的上年牧区，望咱会当对着咱的教会脚步来开始做幸福小组福音启动。阮昨小组聚会了，阮韩国牧师分享了散会，阮小组组织开始做幸福小组的分配，送做副长，送做3个同工。上要带4包小组，我拢讲好啊，大家拢好，牧师，安尼咱就安尼做，我感动啊！我有这么优秀的组员，安尼一讲拢大家拢愿意配合，你感动未啊？阿免，赞哦！你毋是甲阮的组员赞，你嘛足赞的啦，对不对？嘿，咱做伙来做，甲你隔壁讲，你嘛足赞的，你嘛足赞的，有影？因为上帝互你万人好，互你丰盛。望咱会将这丰盛甲别人分享。咱三甲来祈祷，主感谢你，互阮会当三甲领受上帝你的丰盛恩典。主，阮特别相信你听阮，你不断将你的救恩、将你的恩典赏赐伫阮中间。主，阮求你帮助阮，互阮对主你的心有够热，互阮会当无暗度，愿意来分享给别人。特别这个幸福启动会要开始啊，幸福小组要开始啊。主啊，你听我祈祷，我伫遮，恳求你垂听我。愿主是阮丰盛恩典，我们不断亲像耶稣伊的手中的5块饼2尾鱼不断分享，互更侪人得到。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回应诗109首，欢喜救主做王，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人人有
咱三甲为着咱领受的上帝予的丰盛恩典，献上感谢。咱也相时为着咱的教会要启动的幸福小组福音茶会祈祷，求上帝祝福咱每一个福长，每一同工有上帝开力手术，互所做的工伫必须的心，拢受感动，愿意来认捌主、跟对主。咱也为着咱国家的疫情、国家的政治来祈祷，求上帝施恩带领。咱扯起咱的双手，咱喊三声主，咱开声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我感谢你，互阮会当领受上帝你丰盛的恩典，互阮领受上帝你的救恩，互阮会领受上帝你听阮，为了阮顶时期的救恩。主啊，阮感谢你，互阮这福分比别人较大心得到。主啊，阮献上阮的感谢，主感谢你，主互阮的兄弟拢一人得到救恩。互阮成做属灵信仰的大家庭，伫友商教会伫阮陈牧师、牧师娘甲正当工的牧友中间，互阮的友商教会拿蒙福、拿祝福。主感谢你，主啊，我献上感谢。主你也带领阮的国家互阮的国家的政治无男女恶斗，互阮国家的政治人物拢来凭着良心来做推动政务。我也为着阮的新任行政院长陈建仁兄弟。院长来祈祷，愿上帝互伊伟大甲智慧，互伊带着这内阁七情，会当成做台湾的祝福。主耶稣，你祝福阮，你也祝福阮的友商教会，阮的启动幸福小组幸福启动会阮要为着这个幸福小组福音茶会，这个福长、甲同工、甲小组长正人来祈祷。主你大大施恩祝福，互阮的同工会当为主你做工，会来因光主。愿上帝你施恩带领听阮祈祷，互阮所做的工拢会当因光归你。愿主你施恩带领。主感谢你，互阮领受你的恩典，互阮领受主你的救恩。这个救恩，阮比别人较早得到。我感谢你。互阮有一群兄弟，拢以信主加入友商的大家庭。互阮通过陈牧师、牧师娘，因为正牧长、中级养士牧养，互阮人命得到祝福。互阮以友商教会这大家庭，享受主你的疼，兄弟姊妹疼。主感谢你，阮也为着阮台湾的政治来祈祷，愿上帝你施恩带领。互阮台湾政治无陷落伫你的斗争，或者政治人物是凭着疼土地、疼百姓的心来施政、来协助，互台湾愈来愈进步。主感谢你，感谢你，互阮台湾这2天的棒球拢会当赢2届的纪录。感谢你，未来的比赛，恳求你施恩带领。阮为着阮所得到的丰盛恩典，献上感谢，感谢主你的祝福，感谢主你的听。阮来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请坐，这是咱要请中职来收奉献。请起立，咱来吟奉献诗。
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赏赐，伫你的看顾当中，阮众兄姐有得活在的能力。主啊，上时阮嘛要献上你所赏赐予阮的担保，要来正做着教会圣工的路用。主啊，愿阮所献的锅底饼、两尾鱼，会当真侪人的祝福。感谢阿拉主，愿你感动，愿你欢喜阮所献的，听阮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祝福车恳。请阿牧师，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顶堂，圣神的相通，甲咱众人三甲天地，对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比会请坐定格。